真诶也是假诶？单会珠，看字念字，捌几字。咧要过年啊，愈晚年节，菜市啊买物件诶人就愈多，真正是闹猜猜。囡仔人爱对路，阮对阿母去菜市啊斗闹热，先煞搭阿母斗赶菜。菜市啊，人客人，满世界拢是话卖声，闹热滚滚。我紧搭阿母轻条条，若无拍毋去，就学吹啊。菜担、果子担、杂货仔担，逐项都有，免惊买无。阮钱来到果子担，阿母讲买几粒仔枣仔，通好伫过年诶时拜拜。头家讲伊诶枣仔大粒，阁甜蜜蜜，着爱配白滚水食。看伊讲甲喙角全泡，袂输参糖共款，遐尼啊甜，正经是家己煲，甲袂臭臭。逐个相爱相克，吓死命马，敢若惊会买无咧。落尾阁爱相争结笑，头家无用试试，若伤钱，若笑甲嘴啊利塞塞。阿母摕1000箍，互头家走，摕着走诶钱，阮着紧摕出去洗腹担，买白米，买甲险险啊寒袂去，虽讲是寒天，毋过阮规身躯大粒汗，细粒汗，想要较紧转去厝里，小歇困一下。无伊个阿母雄雄喊一声，哪会安尼？我紧走去看，是发生啥物代志？阿母手摕一张500箍的讲，这敢若是假呢？我紧搭摕过来斟酌看，毋知倒位怪怪，若像毋是真的。阮随上网去中央银行的网站查看安怎认纸票的真假，轻轻啊转纸票的角度，倒边下的数字500，本底是金色，会变做青色。豆豆啊转色，变色的安全线会有七彩光影的变化，顶头会出现500的字哦。用手指头啊摸纸票，倒边顶啊、倒边下啊、甲正边下啊，会感觉500个字扑扑。把纸票放伫电火下骹，会当看到滴仔甲500的水印。用正侪方法检查，真几步了后，
阮发觉即张500块的应该毋是假的。阿母足细腻看几落摆，搁望几落摆。纸票有甲摇一寡，不过愈看是愈成真的。伊才稳心啊，把迄张500块的藏入去皮包仔内底。过转工，阮母仔囝做阵出门，行到火车头要拆票的时阵，阿母心肝内小夸担担，摕迄张500块的要互服务人员走。我目睭捻捻看，对咧有淡薄仔惊惊，想袂到人连看都无真足看，就逐钱收去啊，搁随找钱互阿母。好，别人看迄张500块的真正常嘛，安尼阮到底是伫咧紧张啥？真是加烦恼的。最后，感谢收看，再会。